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天气。早起出日头，甚至感觉会热，也毋过好天气敢若维持半天。今年第一场的黄霜雨到位，开始落雨啊，阴暗愈暗，雨会落愈大，会一路一直落到礼拜日。这个北部甲中部，周末到后礼拜一的温度，嘛会随着锋面到位，坐愈天，低温会落降到剩17度。后礼拜一北部的雨就会较停，到这个礼拜二，全台湾就会恢复稳定的天气。总算出日头，民众出门拢穿短袄啊，连动物拢在晒日头。不过温暖的天气敢若维持一天，因为锋面越近，一礼拜六礼拜阁会有水气。今天晚间开始，锋面来到台湾上空。今天晚间一直到周日这段期间，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，各地天气相当不稳定。今日暗时开始落雨，拜六礼拜受滞留锋面影响上大，全台湾会落大雨，特别注意第一时间来强降雨。拜一锋面落南、中南部东部地区会落大雨，北部雨会较回。拜二开始，全台湾地区的天气才会恢复稳定。不过，唔若落雨，拜六礼拜温度嘛会减少，尤其北部中部会真湿冷，北部气温伫17到22度，中部18到23度，爱到17号才会回暖。那周末2天呢，受到降雨以及东北风增强的影响，整体的气温是有下降的趋势。若想要出门行行咧，就要把握今仔日的时间。拜六礼拜开始，就要甲阳伞换做雨伞。疫情严重，伫厝内避雨买当顺续防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